反正最后是跟我回家。跟你回家，然后呢？欢迎各位来到这里，与我们一起共赏星光。首先有请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乔晶晶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晶晶，很高兴可以作为星光品牌的代言人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我要死了！我老婆今天好美啊！晶晶老婆，你好漂亮！晶晶，到这里，今天的活动也就结束了。但请我们的晶晶和媒体朋友移步后台，谢谢各位。第一次看我现场活动，有没有觉得我特别好看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我记得于老师语文课也挺不错的，怎么形容词这么匮乏呀？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。一下子又要转完了吗？不过这还差不多，就是有点胖死人家女神。第一次参加你的活动，有个问题啊，你粉丝什么情况啊？不管男女，都喜欢喊你老婆。人家那是随便叫着玩的，你吃醋啦？那倒不至于，反正最后是跟我回家。跟你回家，然后呢？看你翻译论文啊。